真係發夢都冇諗到啊！81個平方嘅兩房，佢竟然做到南北通透俾到你，就係位於珠海南平華華商多旁喎。你睇呢個陽台啊，係而家示範單位係 book 咗嘅，做咗封窗嘅設計，贈送3個平方米喎，非常舒服啊！而且只需要5萬，你就可以輕鬆上車啦。入門口咧，仲帶咗一個16嘅門，5合1自動門碼鎖。全屋智能家居系統，呢度就係廚房位置啦，U 型嘅廚房。而家示範單位係做咗一個年輕人非常之中意嘅呢個現代簡潔風格。廚房3件圖、歐派定製櫃以及呢啲洗碗機都係交付標準。對面就係公共洗手間啦，都可以睇得到 total 嘅衛浴馬桶都係安排好嘅。全屋嘅大金裝冷氣同樣都係交付標準，81個平方就可以做到南北通透啊！真係呢個發展商非常之用心。2間房間就位於呢度啦。呢間可以作為你嘅兒童房，可以睇到非常之卡哇伊。對面就係你嘅主人房啦。樓下呢仲有10萬平方嘅商業街，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，去到南平華發商咯，只需要揸車5分鐘嘅車程，翻到港珠澳大橋、人工島以及港北口岸，只需要10分鐘，5萬蚊輕鬆上車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打個要字，我係小雅 ，follow me，帶你揾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